按照惯例，3段1版，酷选。4季了，你们知道这4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在下可是这季动画的原作、编剧和导演。这季动画要自己做主。明天有测试，这次我不想搞砸。要让我这边限制下吗？有难度。成交。但你有多强，自己没点数吗？原作就这，还是不行啊！快把他抬走啊，不要影响后面的人。酷选！若悟性不够，就会造成无字天书反噬昏厥的情况。